李嘉誠180度大轉彎，長和集團突然宣布下周唔再同貝萊德簽約出售巴拿馬嘅港口。呢個出售港口嘅交易咧，本來已經係進入倒計時噶啦，但結果咧喺24小時內咧情況急劇反轉。咁係乜嘢令到李嘉誠突然復原呢？唔通佢係後悔定係另有打算？喺3月28號，市場監督總局宣布對呢筆交易進行審查，一旦涉及壟斷同埋危害國家嘅利益，後果遠唔止交易終止咁簡單。亦都喺呢個時間有消息稱東大話將對李氏家族喺國內同埋國外嘅商業活動進行全摸底，並且要求國企咧暫停同長和嘅合作。咁意味住李嘉誠一旦失去咗東大市場嘅支持，咁李嘉誠嘅商業帝國咧有可能咧就面臨生存嘅危機。面對巨大嘅監管壓力，李嘉誠咧迅速就調整咗策略，宣布下周唔簽約。但係值得注意嘅就係咧，李嘉誠並冇講徹底取消交易，而係留低回旋嘅餘地。咁樣好明顯咧，李嘉誠依然喺個觀望，試圖喺個揾緊其他嘅機會。所以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咧，李嘉誠係妥協，係真心悔改，定係另有圖謀？咁面對國家嘅利益，佢夠唔夠膽賣咗國家呢？嗱，我哋繼續關注。